主席，姚明議員呢就好擔心新界北嘅交通規劃問題啦。其實呢，北環線落成咗之後呢，再加上東鐵線喺2021年呢已經更新咗系統之後，一路呢都未用到盡嘅。只要港鐵呢盡快買列車呢，就可以即時增加班次呢，有晒方案呢去招呼呢個新界東嘅新增居民啦。反而而家最大鑊嘅新界西嘅居民呢，幾年之後屯門南、元朗南、錦田南、洪水橋下村加埋有50-60萬嘅新增居民，再未計埋2034年紅前鐵路將前海帶埋幾百萬嘅深圳同胞嚟到洪水橋站，再逼上去呢條針都插唔入嘅屯馬線呢。但係咧，分流屯馬線嘅洪水橋去到欣澳嘅紅欣鐵路咧，而家乜嘢聲氣都冇，票價咧又係東平西貴，而家未來嘅規劃咧又係東有西冇，俾人嘅感覺咧就係厚此薄彼。我想問下局長，今年之內可唔可以俾到一個紅欣鐵路嘅時間表我哋呢？局長。好多謝張浩峰議員咧提出呢一個關注啦，咁我都好希望咧，我哋喺日後嘅日子咧，可以繼續同議員，包括莊議員同埋其他咧關注新界西嘅一啲嘅議員同埋一啲嘅代表咧，可以咧大家共同去研究。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咧，喺我哋日後規劃整體嗰個重鐵嘅網絡嘅時候啦，我哋係朝向增強個韌性啦，同埋係能夠做到個完整性嘅。我哋都希望透過日後譬如我哋喺屯門南延線，同埋喺新界西嘅其他一啲嘅鐵路發展，譬如洪水橋，亦都會加一個新嘅站啦。我哋隨住呢啲新嘅設施落成咧，我哋亦都會咧做好個整體嘅公共交通嘅配套，同埋咧我哋都會希望引入一啲比較新一代啲嘅交通運輸嘅樞紐，同埋係一個嘅服務交匯處，從而咧我哋係可以以重鐵為單位為骨幹，亦都配以一啲多元化嘅公共交通嘅服務，用好我哋喺個道路嘅基建嗰上邊咧，係能夠做到咧係更好地滿足當區咧係未來嘅發展嘅。多謝主席。